其实只有一种类型啊，应该是说那个牌位只有一个类型，就是会写姑婆连位这样子的一个那个方式，那是收的人。就是这个姑婆到底收谁这样子哈，所以虽然我们刚刚讲到说这个推动的起源是未婚女儿过世之后的回家，可是因为现在的社会真的变动非常的快速，特别是大家在婚姻里面有比较不一样的一个决定跟安排的时候，离婚的比率是比以前高非常的多哈，所以有一些离婚的女儿也会想要回到自己的原生宗族，因为根据传统的一个那个规定，就是虽然我们刚刚有提到说结婚是一个不见得要跟传统婚姻传统家庭或者是原生家庭做断裂的这样子一个方式，可是我在访谈中很多中长都有提到说，可是女儿结婚的时候跟男方结婚的时候，特别是男方迎娶的这个过程，到女方家，女方会做一个动作叫做辞别祖先。对，这个辞别祖先就是你跟你家的祖先告别了哈，所以这个离婚女儿是要如何回家的这个部分，在很多宗族也是在讨论。那有些宗族有接受离婚女儿是可以回家的，但有些宗族的接受是离婚女儿回家，她要有条件，也就是说，因为宗族不接受外姓人的祭拜，好，宗族不是安乐园，它是自己哈，宗族的主塔不是安乐园，它是自己同有血缘的关系人的一个死亡过后的一个灵魂，然后还有牌位的一个安置跟那个骨灰瓮的一个安置点哈，所以他一定要是要有血缘关系的。那离婚的女儿回来的话，那他的小孩如果将来要来祭拜，如果他的小孩是外姓氏的时候，这个对某些宗族其实是还是会在意啦哈。那所以有些宗族是不在意离婚女儿的小孩是不是跟着妈妈姓或者是外姓人，他不在意，但有一些就很在意，就是希望离婚女儿要回来的话，他的条件是他的小孩子必须是从母姓，就是维持说我们祭拜者跟被接受祭祀人跟祭拜的人，其实我们是一脉相传，在传这个祖先的一个姓氏跟祖先的一个血缘跟家系这样子。对，这是目前的一个类型。